长老来了。静音，什么？静轩不见了？对，村子里我们都找遍了，就是不见我哥的影子。是啊，都找遍了，静轩到底去哪儿了呀？哎，你说你最后一次见到你哥是在村口？是，我哥说他要最后一次给南先生弹奏一曲，作为送别。难道？就是这里。他该不会真的跟南先生跑出去了吧？可南先生记忆全无，也不会记得他呀。景轩，哥！真乃神物！你这个骗子！真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没有明镜台，长老也会看走眼吗？菩提树为什么会选择让你这样的人活下来？哈哈哈哈哈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
哀。没听过吗？这是你们祖训成建300年后六祖慧能的4句节。如今是什么世界？不是你们这些墨守成规的人能够想象得到的。你们连桃花源早已被灵域吞噬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们的目的都一样，都是为了菩提树。哼！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次，可惜你错了。菩提树自然是要的，不过，眼下我更想要的是你们。连通灵域和人界的钥匙，我希望从你们身上得到。毕竟一次得到这么多机灵人，也是不容易的。为了这个无上的伟业，就麻烦你们多受点苦了。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高山流水是假的，不想忘记我也是假的。他可以看透人心，所以他利用了我。灵人形态千百变，但基因都一样，异化了就回不来了。可是祭灵人不同，可控异化，局部异化。这次我真是捡到宝了。哈哈哈哈。我可以给你隐身的能力。让你在这世上来去自如，别用你那绝望的眼神看着我。好戏才刚刚开始。哈哈哈哈哈哈！他不断折磨大家。注射各种毒素、药物，诱发大家的异化，再利用菩提树的功效，使大家复原，周而复始，直到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南岳父始终没有对我下手。你怎么丧成这个样子？东瀛有一种忍术是用眼睛发出来的，称之为瞳术。瞳术的发动必须是要经过异化后的眼睛才能发出，所以我挖了一只眼睛装到了自己的脸上。你觉得怎么样？你这个疯子！随你怎么说。疯子改变世界，而你们这些虫子，只配沦为原料。哼！你这样是会遭报应的。有多少阳光，就有多少阴影；有多少明媚，就有多少阴霾。我跟你说了多少外面世界的美好，
就有多少不堪没告诉你。你已经是我见过最不堪的人了。那是因为你见的人太少。我能轻易从你的琴声中听出高山流水，但你穷极一生，永远无法理解我心中的分毫。我会对你网开一面，因为毕竟没有你，我也得不到明镜村。后来我才知道，南岳父是希望可以在界灵人的身上研制出可以让人类在领域生存的药物。他从人界抓来人类，用这种药物让人类可以在领域存活，再从这些人类身上找出可以让灵人在人界自由行动的办法。菩提树真是有趣的植物。菩提树根吸收毒素，再将毒素传到树冠，树冠分解这些毒素，然后作为自己有用的物质。这就像大自然的食腐者一样。这样，他便打通了人、灵两界，实现他更大的阴谋。然后，御灵界的灵人依然有人进入明镜村，想要求真。这些人都被南岳父抓了起来。你到底想对我们怎么样？异化就是灵人的癌症。什么？异化就是打开你的身体，让你获得更强大的力量，然后与灵域相结合。到时候，痛苦、愤怒、悲伤，都是容易让灵人异化的。菩提树吸收了1600多年的怨气，无疑是最佳的异化剂。哈哈哈哈哈！我赐名为狂血，就让疯狂在你血液中纵游吧！哈哈哈哈哈哈！放回雨林街。为什么？我要让雨林街的人都知道，凡是进入明镜村的人，都将会变成异人。这里不再是仙人的秘境，而是妖魔聚居的魔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高明，这样就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了。可如果引来镇魂将呢？镇魂将，算个屁！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这就是明镜村的悲剧。那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后来，
乖。狂血记我有了，接下来该第二件事了。我要无上果。你很惊愕呀？我怎么会知道无上果？我不仅知道无上果，我还知道你们常挂在嘴边的祖训。立于公元386年，也就是1630年前，你们祖先白家是躲避秦时乱而逃到此秘境。想想也真是讽刺，杀神白起的后人竟在此悬壶济世，恐怕是杀虐太多，作此消解吧。1630年前，有一位渔民误打误撞进入了明镜村，你们祖先好生招待，并曾叮嘱，此中之事不足为外人道。这位渔人在此盘桓数日，却做了一件非常不地道的事情，就是把当时的白家大小姐给带走了。话说两人也是情投意合，可无奈白家大小姐对外面的世界好奇至极，而这位渔人又无法常驻此地，所以白家大小姐就和他离开了明镜村。后来成亲生子，白家的血脉便在外流传了下来。那时你们的祖先设立祖训，希望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而那位渔人恰好认识一位诗人朋友，世人称他为靖节先生。他把渔人的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万古流芳，称之为《桃花源记》。我要感谢这位靖节先生，要不是他，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哪儿。算算日子，无上果的幼果就在今晚结出。嗯。快跟我来！长老，那是什么？快走！明镜村遭此大变，我们愧对祖上啊！都是景轩的错，我救了毒蛇，毒蛇却咬了我，是我错了吗？
以吾等之血，以吾等之血，受今日之冤屈，受今日之冤屈，以无足之名，以无足之名，待白主之归来，待白主之归来。长老，长老，糟了，他们找过来了。菩提树已经落在他们手上，这儿是我们最后的藏身点。大家跟我一块儿冲出去！可他们是鳞甲军啊！哎呀，我们把那些东西拿过来。发给大家吧。哎，无论怎样，你是明镜村最后一个正常的人，保护好祖训，找到白家的主人，继承祖训。就这样，我们突袭了鳞甲军，在这里住了下来。但是因为狂邪针的缘故，大家都不能说话了。我们不敢轻举妄动，害怕被南渔夫发现。而当时御林界的镇魂将，为了调查灵人夜华之事，进入了明镜村。被南渔夫给杀了吗？对，妖魔之地的罪名更加被他们坐实，而继任的镇魂家便是北落师门。北落师门。所以，你引我和夏灵去找长老，是为了借机把祖训给我。所谓的祖训，其实是一封特殊的言灵信，里面蕴含着白家血脉的力量，只有白家的后人可以看到。南渔夫觉得我们无足轻重，没有对我们赶尽杀绝。但只要我们冒头，引来的一定是灭族的命运。我们将祖训托付给你，希望你能够打败南渔夫，找到白家的后人，重建明镜村。为什么是我？我们也是在出村之后才知道，这世上非有灵域真气。明镜村原是灵域和人界的交汇之处，后来灵域膨胀，便吞噬了明镜村。白家的血脉却流淌在人界之中。因为我是机灵人，可以往来两界。更重要的是，你是这5年以来唯一一个寻找菩提树的人。
不怕难与夫，他们已经毁了灵怀。答应我，不要让他们再毁了我们的菩提树。答应。 白家的后人，我慢慢去找。至于南域父母，就别等了。想去明镜村，得先过我这关。菩提树被毁了。 预算，好好说。能做到吗？做不到。白天能做不到。饭馆吧，好像都做不到。要命，浮夸，有点心虚。高老板，基本满意吧？ 听到更多的建议，剧情、团队、电脑，很危险啊！大胆，洗头、睡觉啊，责任大，累，坚持自己，想离开啊，但是离不开啊，还是得继续，继续吧，继续。 美丽花妖魔，吞噬魂魄，欲望的漩涡。你问我为何还要执着，不去从那规则，闪烁着金光的枷锁。纵然已有太多的。 下的傀儡，纵然已有。